做 IP 嘅方法最快係乜嘢呢？我成日聽到人講，可唔可以喺1個月之內將我賬號做起？大約呢，我希望可以擁有10萬粉絲或者幾十萬粉絲。其實你哋知唔知道要打造一個 IP 最有效嘅方法係乜嘢呢？就係堅持。堅持原創而唔係抄襲。可能最初你會嘗試用一啲最熱門嘅話題打造你自己個人嘅 IP， 但係最終你會發現呢啲內容同你嘅產品同埋同你自己嘅性格、人物、價值觀完全唔夾嘅。真正嘅價值係乜嘢呢？就係拍攝適合你自己特色嘅原創內容。就算如果遇到一啲嘅熱門話題，你都需要用一啲叫做編導嘅思維去諗下點樣重新構思你哋嘅內容，將佢點樣做轉化，將佢自己嘅內容再加埋一啲嘅新話題，全新用一啲創意嘅方法去做轉化，咁先至可以做到爆品選題，而且亦都可以喺爆品選題嘅評論區入邊得到有好多觀眾嘅評論。當呢啲話題係做得好嘅話，你嘅視頻就唔難呈現爆品爆盤。你可以借鑑將你自己獨有嘅產品嘅要素、人物嘅要素投入一啲嘅視頻入邊。一開始一定要堅持做原創視頻，雖然係真係好難，但係呢個係一個最正確嘅方法，亦都令到你哋自己嘅個人 IP 好有獨特性同埋差異化，先至會有更加多嘅追隨者去追隨你哋嘅。